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亲爱的上帝，恳求你成为我的主，在今日完全掌管我的生命。我们满心赞美你，以平静感谢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进行诗歌敬拜。那曲目是赞美全能神，在心灵良诗第63首。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复活，是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146篇。那待会由我念起文，会众念黄色字体的应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啊，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世界各国新冠疫情的缓和来做祷告，也为着我们台湾疫情稳定及平安做祷告，使众人保护之间的恩典多了牧养方式，让我们能宣扬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而行。阿们。那接下来主导文的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去，我们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今天的经课，我们由贺兆鼎弟兄来为我们攻读。经课第一处，在路德记1章1到18节。路德记1章1到18节，旧约圣经263页，旧约圣经263页。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2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2个儿子。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2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2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2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2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2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到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经课第2处，在希伯来书9章11到14节。希伯来书9章11到14节，新约圣经246页，新约圣经246页。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倘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弟兄的恭读。那接下来读经部分由诗慧来，那是在旧约第355页，列王记的上19章19到21节。355页，在列王记的上的19章19到21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
接下来的部分是列王记的下第2章1到14节，旧约361页，旧约的361页。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出发，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你接去离开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接下来，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我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2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接下来，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那今天的题目是信仰传承的典范，受加倍的灵所感。天父，我们恳求你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荣光堂的教会不但在我们的执事，在我们的会友都能够代代相承，而且青出于蓝，带领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很高兴回到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聚会。我记得我在读初2的时候，那是民国56年，我看了一篇文章，好感动。那本书叫做
年轻人要夺权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教会里面都是义工制，大部分都需要代代传承，而且期望的是一代比一代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以利亚怎么样传承给以利沙的典范。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个文脉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先知以利亚，他在列王纪上19章，极其灰心丧志，连续奔跑了19天，40昼夜，来到何烈山跟神独处，聆听神的话语。他复兴了以后，神对他说：“以利亚，你不要那么骄傲，以为上帝只用你，以为全以色列人就你这么好。我为以色列人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你不要在那边拔剑四茫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全教会只有我一个人。哎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需要那么骄傲。上帝在教会中永远有一批人是隐藏的，需要我们去发掘，需要我们去发现，需要我们去培育，去成全。然后上帝又跟他讲说，其中有一个人你要成全的，那个人叫以利沙，去吧，去高抹他。如果我是以利亚说，上帝不要我了哦，上帝要想起别人哦，才不会。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可不可以像那个丘吉尔说，酒店关门我就离开，很潇洒的走一回，他就开始进行交棒的这一幕。那我们现在来看他如何交棒。那个背景的第二个是以利亚就去找到以利沙，跑到以利沙的家乡亚伯米何拉，要搞抹他。结果去的时候发现，哇，以利沙是大户人家呢，有12对牛呢，他是赶着第12对，前面有的这些，换句话说，他有一群仆人，哇，有一群产业。结果没想到，他一跟他讲，他马上很干脆，他却说：“等等，我先回去跟我父母辞别。”他不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他辞别完了以后，就把一对牛杀了，然后用牛的器具煮了，然后分给人吃，做一个告别，做一个最后了结。所以列王纪上第3章，列王纪下第3章记载，他常常倒水在以利亚的身上，从此以后他没有离开过以利亚。这是这个背景。然后我们今天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列王纪下2章就开始有3部曲。第一幕是以利亚，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就来了个3部曲。第一部是以利沙忠心的跟随以利亚，第二幕是1到8节。第二幕是以利亚临终遗命，对他说：“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这是第9节到第10节。到了第3幕，以利亚乘旋风升天，11节到14节。那这3部曲，我们就来看一个上帝的仆人怎么去培育下一代，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应当培养下一代。所以我今天听到我们的社青我去那个垦丁退休会，我就好高兴。而且社青比我在的时候实在更强、更大、更美，而且辅导做得更好。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好，我们来看第一幕。以利亚他要升天的时候，要栽培这个跟随的人，他第一个先要考验他是否真正的忠心，是否甘心乐意。我们教会的事工是甘心乐意的。不止这样，我们在家庭里面的事工的传承要放手，要先松手。先松手以前，要先让他学会甘心乐意。好，1到8节的时候，以利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连续3次拒绝以利沙，劝阻以利沙。
他到了从吉甲到伯特利说：“你可以在这里等我，好的啦，这样可以了。那我自己走，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结果呢，以利沙就跟着他到了伯特利。到伯特利的时候，伯特利的那个先知学校的门生说：“哎，我们老师要走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默不作声，我们跟随。请问在教会事工里面，你是一个旁观者，像那50个像那个先知学校的门人呢，还是像以利沙这样子愿意跟随的人？真的，主啊，今天有一次我遇到那个卢牧师啊，在台东，在一个原住民教会里面默默服侍了30-40年的一个内地会的同工。我说：“请问台东需要传道人吗？”他跟我讲说：“我们台东不需要传道人，传道人实在太多了，我们需要好的传道人，同意吗？”请问今天大学需要教授吗？不见得。你知道，东吴为了一个社会系的教授，40个来 apply， 有时候一个教授200个人来。但是好的教授多不多？不多，同意吗？好的医生多不多？不多。所以需要的是专心跟随主的人。所以以利亚就先给他考验3次。到了耶利哥也说你在这里等，到了约旦河也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再见。但是以利沙3次都说怎么样？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意思说，只要耶和华还活着，只要你还活着，我就永远不离开你。哇，这是很令人感动。他这种死心塌地的跟随，而且是甘心乐意的跟随，这个巴不得在教会里面兴起更多这样的人。他很像那个路德回答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使你我分开，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我。”请问夫妻里面也要有这种不离不弃的，对不对？对我们的儿女也要不离不弃的啊！最近我们在陪伴几个家庭里面、婚姻里面遇到这样的人，我都鼓励人家不离不弃。有人对待儿女的，我都鼓励人家不离不弃，用百般的忍耐、坚忍的爱来。请问爱训第一句话是说，爱是怎么样？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意思就是爱是坚持到底，永远不离不弃。接着呢，又有恩慈。就寻求做有建设性的问题，爱当中都遇到困难重重，但是我们都要做有建设性的事，建设性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问题无解，没关系，就另辟新局，永远爱下去。所以，以利亚的第2考验就是爱的跟随，出于自发性的，这是好美。然后呢，我们就来反省一个问题。请问以利亚的考验的目的，他真的不希望以利沙跟随吗？当然不是。以利亚是个孤独的先知，举世皆浊他独清，所以他2次举世皆作皆梦醉生梦死，唯独他清醒。他2次对神控告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又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列王纪上第19章第10节跟14节，可见这个人多么渴望同伴呐！当有人愿意跟随他的时候，他却在那边做什么？你知道，一个单枪匹马战斗的人，缺乏同工陪伴的人，他多么渴望。可是犹太人跟我们华人一样，都讲话都讲相反的。我爸爸在叫我跟他一起做工的时候，我就采那个叫我们家种那个大黄瓜嘛，我一采，我爸爸说这么小一采，我就被打了。
那我说那怎么了？我就踩了，那这么大一踩，又打了。我跟爸爸说，为什么大的不能踩？大的要培养要做种子的，小的还没长大。那我就跟爸爸说，那你拿一条给我对嘛？我爸爸说，你没有看过猪走路，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滚回家，不需要你。结果我就真的回家了。结果我爸爸回家说，你真的留我一个人工作？了解意思吗？他希望我怎么样？回去抱着爸爸说：“爸，我要陪你，我永远爱你。”可是我青少年怎么说得出来？我妈妈有一次打电话，一早上打了5次，说你爸爸在住院，你不要回来，真的不要回来，讲了5次，那不要回来还打5次，结果没办法了，我那天赶快请假，就回去了。然后我爸爸对所有朋友亲戚说：“这是我媳妇，我在台北上班，他请假回来了，我没有叫他回来，他自己回来的。”以利亚这种心态啦。不过我们这一代的不需要这样的了，好不好？我们要直白的，对不对？我们孩子送我礼物，我说哇谢谢，哇合乎我的心意，还有没有？他说哪有这样，人家送你礼物还要问还有没有？我说我真的表示我的该高兴。好，所以那一代的人这样表达，其实他真正渴望的，他考验的是说，以利沙，你的心有多坚定呢？结果以利沙没有让他失望。请问耶稣在门徒跟随他3年的时候，行很多神迹，听足了耶稣的话，在关键的时候，有一批人离他而去。马太福音26章56节，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代表门徒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约翰福音6章68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个考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跟随主就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没有这回事。但是这些考验的时候，帮助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好，第三方面来，你会发现第一幕就是3次拒绝，其实真正的心意是考验。第3个呢，以利亚在这样困难的时候。考验他的时候，但是他给他示范他如何开拓新局。在列王记下2章8节，他们2个人站到约旦河边，然后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2人就走干地。你知道吗？到了约旦河的时候，真正井无波，铁无路啊！国语怎么讲啊？进退两难呐、前面是约旦河，后面呢都跟人家告别了，对不对？如果我跟大家都办完习别会以后，我说对不起，我要留下来，他都很尴尬。他只是以利亚在这样的时候，请问他做了什么事？被约旦河所阻，站在河边，遇见前进不得的窘境，怎么办？请他示范给他看。以利亚用外衣打水，水就彻底分开，走干地。你知道吗？摩西是上帝叫他伸杖到河里，到红海。然后就走干地。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是叫那个抬约柜的祭司脚踏下去，对不对？他怎么不照样画葫芦呢？没有办法。以利亚怎么知道怎么过约旦河呢？圣灵的感动，他靠着神的能力，另辟蹊径，彰显神能，不拘泥于传统的窠臼，也不盲目的模仿前面固定的模式，这是很特殊的，同意吗？我们夫妻第一次来这边牧会侍奉的时候，我在想说怎么开拓新局啊？我们那时候就办了很多的夏令会，办了妈妈成长班。第2次再来的时候，时不我与啊，剩下2年半了、我跟慧都说，不要派我来荣光堂啊，对人家不公平啊，2年半就跑掉了，对不对？这样不合理啦，就又换牧者。但是呢，我们就想到怎么去切入福音啊，我们就办了制服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永远在那里想办法。我记得那时候，那个伟正来问我说：“牧师怎么办啊？”我说：“想办法啦。”然后呢，接着呢，那个裴师问我，我说：“想办法啦。”然后皮兄来问我，想办法啦。最后他得奖要问我的时候，他们说：“不要问牧师，想办法。”结果我发现这些人想出来办法比我还厉害，年轻人的创意真的比我们还厉害。
真的放手，敢让他们做。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幕。你要知道，第二幕的时候，以利沙就临终一命，就第9节的时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结果到了以利亚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很慈祥问这个准接棒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好美哦！这句话请大家记住，这是个金句。以利沙祈求的内容说：“请你把你的能力加倍的给我，让我成为你的继承人。”这现代译本。求双倍的产业的意思是，他这个人是羡慕善功，因为以犹太人的长子是得双份的产业，《申命记》21章17节，意思就是说，我要成为长子，我要得双倍。这个目的不是那个产业，而是我要继承你的遗志，我要羡慕善功。这样了解吗？我不是要在这里变成我挥洒的舞台，这是我的场子，不是。我羡慕善功，你怎么样被上帝的灵感动，成为一个侍奉者的人？主啊，愿你把这个加倍的灵给我，我也成为一个侍奉者的人。你知道吗？他这样的祷告其实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祷告。他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上帝夜间在梦中跟他显现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就求了。他求的时候很精彩，他没有求上帝灭绝他的仇敌，也没有让上帝延长他的寿命，更没有求上帝让他财富增加。他求上帝给他智慧。他说：“因为我是个幼童，我对自己有认知；因为我的民这么众多，我对环境有认知。还有谁能判断呢？我对我的工作有认知。”所以他求智慧，所以他求的中肯、有见识，难得。所以神就赐给所罗门极大的聪明和宽广的心。哇，这好美啊！这列王纪上第4章29节。所以，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他要的不是权力，不是场子，而是我真的愿意服侍。你们知道我的个性跟脾气，如果人不愿意服侍，我不会请他当执事，更不会请他当传道，了解吗？绝对不可能。你愿意那颗心，所以你知道吗？很美的事情就是，他要求说：“主啊，我愿意双倍的灵，就是使我能够承担这个事工的身份跟能力。”所以以利亚说：“你求的难得，难得的意思就是那是很难的要求啦，那个双关语啦，难得是难得，充满赞赏啊，充满赞赏。”他说：“你真的忠心啊，你真的忠心啊！为什么忠心啊？你知道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年代里面呢，不是如果是平安富裕的话，近前的时代先知好不好够？好够了。但亚哈王当时悖逆，偶像充斥，做先知真的难过啊，对不对？我那时候跟布里公跟另外一个牧者说，我们一起来好好服侍好不好？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来好好做。他说：“启峰不要那么笨啊，你会都奉承好好的，你就调到大教会了。”他跟我这样讲我说你这句话是得罪神我们有种每一个人把小教会变成大教会好不好？忠心侍奉啊。他说：“搞那个太慢了啦。”我讲这种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利亚是一个烈火的先知，嫉恶如仇，带着神那个雷霆万钧的审判能力，还没办法扭转时局呢。我以利沙的个性刚好是温柔的人，所以还要羡慕善功。那知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请问这样的有没有勇气？知道？所以温柔的人这个勇气，所以他这是忠心。第二个，他是有见识，因为他知道问题的关键，他并不迷糊啊，他不会说一厢情愿的说，我一头热出来，哇，我一出来，登高一呼，所有弟兄姐妹都悔改，我一祷告，阿门之声就彼起彼落，然后就下面哭成一片，我一激励，下面就唱哈利路亚，会吗？不可能。他说我跟随先知以利亚，那知道他的过程那么艰难，所以我是先知的新鲜人，那更艰难。熟练的人都很辛苦了，何况我礼拜剃头的都得活气味。听懂台语吗？我第一次理发就遇到一个大胡子，那时候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以利沙有见识，知道这个时刻自己的能力有限，我求的是非常时代需要非常的工人，也需要非常的能力，所以感动你的能力，感动我，我需要的是这个能力，这有见识。第三个，他是很敬虔，他知道他敬重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不是靠世袭，对不对？台湾的传道人都喜欢世袭，尤其大教会的牧师啊，这个我很难接受。当然，如果神的灵感动他的孩子，也很美啦，对不对？很美啦，那是神的恩典跟能力啦。像我就没有这个福气了。我希望我3个孩子都当传道人，他们3个都说可以了，可以了。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希望他们这样的。但是好，意思就是这些人敬虔认知先知不是靠血统像祭司一样，是靠神的拣选、神的恩膏、神的能力。所以我要真正当先知，我就要领受那个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忠心有见识的时候，以利亚就给他引导他进入蒙恩的途径。第一个，他激励他，我们就发现以利亚是良师，善于激励。他引导他追求的方式，他就告诉他说：“你若怎么样就可以得着，若怎么样就得不着。得着与得不着之间，我告诉你，你要看见，要参透。真的，他说你真的要得着吗？真的要得着，你就警醒跟随我。当你看我升天的时候，你就得着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他引出一条路了，不是只有让他当头棒喝了，什么都不讲了，对不对？”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侍奉对我的人好严格啊，他动不动就说：“你有问题，你认罪。”我说：“我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连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不需要。我常常被莫名其妙贴人的标签，好辛苦。甚至有一次，他拿给我说：“启宏，你过来，这是美国惠登 College 的全额奖学金。”我看一下，他说不止全额奖学金，每个礼拜还给你 pocket money， 包括来回机票。我就是不给你，好有趣啊！经过几年以后，我还是对这个老传道人很尊敬啊，常常去看他。但是你不给人家一条路，以利亚不是他是个良师他善于激励给人追求的方向这样了解吗？不要说我当年吃了苦，你也要吃苦；我当年怎么摸索，你也要摸索，何必呢？可不可以减少人家摸索的时间，对不对？好，第二个，他指引了以后，他就开始放手跟启蒙。他说：“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就看见，就必得着。”讲到他要离开，我要放手让你独行，师徒同行之日不在了。以利沙，你要独自前行，天下没有不善的筵席。所以老师对你的教诲的机遇短暂，匆匆即过。我要让你知道，方法时而有穷，事曲变化无穷，困顿层次不穷。所以你要仰望神，去面对你的挑战。他告诉他方向以后，告诉他的这个秘诀，好不好？好，我再讲一遍
来，方法时而有穷，你不要只有学方法。事局变化无穷，困顿层出不穷，所以你要去接我的创意跟能力的来源是从圣灵来，所以你就要跟圣灵接头，这样了解吗？跟圣灵接头，不是跟我。第二个，他善于启发，说你看见，意思说你是要让圣灵感动你，你里面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了悟跟参透，做神的工需要不断靠神的大能跟慈爱，而不是靠某人的协助。我们真的那你就真的得着了，不是填鸭式的教育，没有思考转圜的余地，不知变通，那是扼杀人的内在的潜力啊！所以以利亚给以利沙一劳永逸的启蒙，叫他直观恩赐的根源，仰望天上真神的带领。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上帝都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所以圣经上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啦。帮助的意思是成全啊。所以基督徒，你们做丈夫的，我们做丈夫的不是你们，我们做丈夫的要感谢妻子的成全啊，用感恩的心善待我们的妻子啊，是他的成全啊，就这样来。好，最后都掌握了精髓，变成青出于蓝，好美啊！我们可不可以带领我们的儿女，都用欣赏的，看我们下一代都欣赏他会青出于蓝？我觉得我们3个孩子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还优秀，常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听他们讲，我一直问问题，哇，觉得好精彩。有一次我大女儿一直跟他讲那个，那我们2个夫妻就要给他下指导棋，结果我女婿把我叫出来说：“爸爸不要这样子，他在医界的生态比你们还厉害，应对能力比你强，他只是跟你诉苦而已，请你倾听而已，不需要给他意见。”我就赶快闭嘴。果然他就另辟新局，这样了解吗？我们不要以为高高在上，我是老爸啊，我是你爸，另北为厉害听，不是这样。我们期许的是他比我们更强，同意吗？真的，真的啊！我们华人文化就说你算什么？这整个挑错，随着孩子的年龄一直松手，到最后放手，哇，好美哦！我们最后来看那个以利沙乘旋风升天的时候，最后一幕，这一幕很精彩的是什么？他说他对以利亚说，以利沙对以利亚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知道吗？他从心里面对于他的老师的颂赞，这一点我们要学了，对不对？我们要对我们爸爸妈妈赞美跟感恩很难呢，对不对？对传道人都很难，对老师也很难。所以我们最近这个928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教师节没有了，我就在我的同学的群组里面写我们老师对我们的感恩，我写了好多，哇，他们很感动啊，他们没想到是这样，真的，只是我们不太会表达，都等我们老师死了才写。啊，好，他说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表示你是国之干城，换我们现在话叫护国神山呐。你真的是这个时代的张忠谋哎，了解吗？我妹妹在30年前在台科大教书她30年前第一次在台科大教书台科大的电机系的学生常对我妹妹说：“陈老师，你不要看不起我们呢，我们的程度不输台大电机呢，只是英文比他们差而已呢。”他说我们是全国6000个五专生的电机科的五专生里面，全国6000个里面的60个人，还蛮优秀的，对不对？而且我们有奥林匹克奖呢，我有专利的什么什么。我妹妹说说讲不过你，因为我妹妹叫他们有国际观、有历史观，要叫什么，他们都不听。结果请他们读张忠谋的传记，以后请他们报告，张忠谋说要有国际观，反正张忠谋讲的都对。护国神山对他们赞赏，一个人能够这样赞赏人多美啊！然后以利沙呢，你知道吗？你越赞赏某一个人，
越欣赏他，越传承他的，越能够传承他的精神，同意吗？你越批评一个人，越攻击一个人，越不原谅他，结果你所作所为就越跟他一样，你就变成受害者，变加害者，何必呢？这样了解吗？所以以利沙要死的时候，以色列王耶阿斯也称他为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样了解哈？求主赐福我们有这种宽广的心胸，施物引入门，修行在个人，传承是生命带出生命，生命引导生命，然后让生命让下一代的生命独特的发光，传承刊行啊，牵成另外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断的记起。以利亚是这样，以利沙更是这样子，保罗对提摩太也是这样子。巴不得我们教会兴起更多像这样的人。然后当旋风上去的时候，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这撕成两片，一方面是对他老师的纪念跟悲伤，但另一方面表示什么？表示他今天要脱去他旧有的衣服，穿上以利亚的外衣。那个外衣表示他得着职分，继承了先知的职分，也继承了使命的托付。然后他也看见得着能力，就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来这边的不多了哈，人之将去，其言也善。我希望我们教会更多人这样的传承下来，像以利亚为天国栽培人才。没想到这个人到年老的时候，做的工作越来越美，传承一个更好的、更美善的出来，而且这个人跟他个性是不一样的，而且却是发光发热的，加倍的，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哦，一前一后，完全不同的个性跟风格。以利亚刚烈，以利沙柔和。以利亚传的是审判刑罚的信息，以利沙是安慰医治的信息。两个人搭配的天衣无缝，他们都认知自己的个性，接纳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个性，带出了他们独特性，成为一个很美的侍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愿以利亚的感动以利亚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感动以利沙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的国家何等需要护国神山，我们的教会也何等需要护教会的神山。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请让我们栽培我们，让我们成为伯乐，兴起更多的人一起来侍奉。谢谢我们的主，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我们是金句背诵，在列王记的下第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接续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列王记下2章第9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回应的诗歌。今天的是在心灵粮食第253首，怎能如此？
神啊，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我们当赞美和感谢你。现在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意来奉献，在你的事工上使用，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叫更多人来领受你的爱及救恩。感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和祈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好，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唱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这个拱手代替握手问安。大家可以拱手代替握手问安。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将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大家请坐。接下来为大家报告教会消息及肢体消息。今日为圣灵降临节第23主日，欢迎参加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于你。本主日感谢陈启峰牧师的证道，
请弟兄姐妹关心牧家及陈牧师的侍奉。另外，教会已安排11月由各小组规划圣诞节的场地布置，欢迎弟兄姐妹以各小组为单位参与布置及参阅的公布栏。2022年的新任执事同工名单如下：萧天一、林宏林、翁荣哲，其3位名单于10月24暨议会前公布3周，会有对人选若无异议，将于暨议会中开会接纳及通过授予职务。有关于疫情的指挥中心宣布，自11月2日至11月15日，维持警戒标准为第2级。那聚会场所已经取消人数上限及梅花座的限制。那室内唱诗及拍照可以不用戴口罩。那弟兄姐妹仍依循教会防疫规定，严格洗手、戴口罩、量体温，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另外，下周日11月7号中午12点半，在201教室开会，召开11月的小组长会议，请小组长预备心参加。另外，有关于这个会众来这边停放机车的问题的话，好像是尽量不要停在隔壁的骑楼，就是以前餐厅的位置，那边好像目前打算有要做其他使用，所以隔壁的餐厅骑楼位置先不要停机车。另外，为肢体消息，只为施打疫苗的会友，施打过程中有平安，施打后呢有良好的抵抗力来做祷告。另外，也针对有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家属来做祷告，其中有一项是郝文章牧师夫妇的身体。那本人大概2-3年前的时候，有在上班的地方做检查，有遇到这个郝牧师，他那时候还身体讲应该是还算不错，还会拿这个他自己做的小卡片送给大家。那我那时候也有拿到，请大家为这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家属来做代祷。接下来会众请起立，3一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如果在有需要牧师为你们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有牧师为有这个需要的弟兄姐妹做祷告。